家介紹灣仔建材段嘅一個地鋪放租。呢度嘅鋪型四正，樓底夠高，上面係日積角，有2條樓梯。呢條係通去前面嘅地方，前面嘅地方係可以擺貨用，後面仲有1條樓梯。係通去上面嘅辦公室，後面有天井，有後門。呢度係日積角前面嘅部分，可以用嚟擺貨。呢度係日積角後面嘅部分，樓底唔矮，有窗。可以當辦公室用。